朝含冤玉腮朱尋這對我情意深，恨我寶玉玉臂無能，最是傷心欲到你埋香處，一望都不能。今天才到水仙庵內一殿幽魂我哭一聲，呢個這帶幽魂這魂在正中，一定猜量好悠然知道我呢個義雄公子也為你悲苦你身遭囚禁，我為你寸步難行，我為你受責崖邊，我為你一直傷神。生前不許兩相親，死後不能見玉人。等到無人監視日，方能到此度幽魂，叫我保育不相感，真可愛，真可問，此地原非葬這身，此地亦非葬這份。聊以自慰來一祭萬歲同元信可行，最非兵奇這地非奇地，好比隔血。
痴人，保育嘅心苦難陳，這種人望你知苦困好啊，姐姐啊，我今天來祭你，休怪我絕無禮物陳，又香一支表二爺，心一片，一腔淚獻與這中人，問我因何來此地乃是私自出門行，方不擇路尋去處見這就拜表微岑，熱淚清香這你嘅魂係雙香。這你幽魂間我微岑，你保二爺月圓中珠這會好比骨肉親這你是保育嘅良朋，這中人我心難忘記你是苦命人好姐姐啊，你含冤是我，雖殺你是夫人，提及夫人如火燒心，佢聲如蛇蝎惡牙悲偷我心，老娘親，姐姐何罪過你要將他手印一粒雪中丹，怕人難享受。好加還一句何屈望身真係天分分地沉可嘆可愛。塵還黑暗姐何罪？恨可冤尋真是可憐。可問姐信身二爺遭何禁？莫說二爺難一死，實在比死還難過我輩思前事，好似萬千痴心。這中人未了知情今日寸土為鄉表地爺苦困大官員多憤慨這是苦命第一人難
人繼後，作